響應全球號召，推展行動10年。北京同仁堂始終秉承同修仁德、濟世養生嘅初心，356年嚟關注人類健康。北京同仁堂國藥有限公司自2016年起，連續10年喺香港推動同仁關愛防中風系列活動。至今，我哋舉辦咗多個創新活動，為社會構建健康社群。連續10年，活動總時數超過1萬小時，參與活動嘅人士嚟自社會各階層，包括中風康復者、長者、學生、社會公益服務機構等等。活動接觸人數累計超過500萬人次，舉辦咗超過260場健康講座，派出嘅同仁關愛包近1萬個，為有需要嘅群眾提供各種中醫中藥資訊、產品及服務。即使新冠疫情期間，仍然持續堅持不斷舉辦多場預防中風健康講座及義診活動。及後活動更進一步向社區及各國在港訪港人士推展宣傳中醫中藥，成功而有效地傳遞關愛，普及中醫藥文化及養生知識，令更多人群認識到中醫治未病及預防中風嘅關鍵。北京同仁堂以雄厚嘅中醫藥實力及深厚嘅文化底蘊，舉辦連串創意活動，進行健康傳播，提升公眾對預防中風及治未病嘅關注，促進同仁關愛，連結社群健康生活。踏入第10個年頭，北京同仁堂將持續深耕活動10年成果，延展多元化參與及深度教育雙軌並行。今年我哋更加走進學界，舉辦首屆北京同仁堂2025香港學界中醫藥健康學生大使計劃。喺中國移動香港教育品牌移動教育支持下，創辦特色課程，喺校園創新啟動首個同仁自得其樂中草藥種植課程。課程融合傳統中醫藥智慧及5G 加 AIoT STEAM 教育，得到香港學界鼎力支持，並成功培育出50名中醫藥學界精英大使，傳承北京同仁堂中醫藥文化智慧。繼往開來，我哋將會持續北京同仁堂同修仁德、濟世養生嘅宗旨，致力於為人民健康服務，發揚中華中醫藥事業及精神。